南投縣今年有出2個總統教育獎的得獎人，一個是讀國小，一個讀高中，分別有一個是身心障礙者，還有一個是單親家庭的囡仔。南投縣長柯淑華伊就學了講，這2個南投囡仔面對無同的人生挑戰，有影是拍斷手骨顛倒勇。黃文珠摕到三角鐵，在台頂表演，伊是今年總統教育獎的得獎人之一。伊有養hình，嘛是罕見病症的患者。雖然身體有病痛，身體機能嘛大頭仔退化，啊，毋過伊依然是保持樂觀，充滿笑容，勇敢面對每一天。伊目前讀南投的新民國小，啊，毋過伊較介意做志工，嘛會去紅十字會服務。最喜歡去學校還是做志工？做志工，伊個原班是要講要做個照服員啦，目的伊講吼，伊要顧老大人。嘿，伊要家己看講，伊是破病啦，伊敢知講要顧老大人。他們的人生的故事哈，雖然是才這麼小，但是呢，都有他非常的感人的故事哈。提到我們每個人都會覺得很鼻酸，但是呢，又很替他們感到高興。這麼小的生命，就很懂得如何為人去付出，然後激勵別人。南投閣有另外一位總統教育獎的得獎人，是讀草屯商工的張玉金，伊是單親家庭大漢，啊，毋過自律，閣文武雙才。是排球閣競技讀杯的選手，嘛真夠讀冊，捌摕到專業級的頭名，嘛摕到全國商業類科工藝比賽商業幹部的金手獎。一定也有很多，只是他們沒有被看到。剛好我有這個機會，喜歡什麼就去試，不要光想，要去做了，你才會知道。做不做得好，會不會成功？就算失敗也沒關係。南投縣長柯淑華學了2個南投囡仔，面對無同的人生挑戰，佮用勇氣、佮積極的態度突破限制。因嘛鼓勵佮較儕人愛活出精彩的人生。記者安秀南投報道。